喂，你有冇諗過，有時要贏竟然係要先學識點樣輸？呢個聽落去可能好黐線，但係兵法入面有招策略真係咁玩㗎。佢就係李代桃僵。仆街，咩叫李代桃僵？簡單啲講，就係當你冇辦法避免損失嘅時候，犧牲啲次要嘅嘢，去保住成個大局。頂你個肺！呢個決定唔係人人都咁做，因為好撚考智慧同膽量。試諗下，如果你係老細，公司面臨危機，你會唔會為咗保住成間公司而壯士斷臂，犧牲某個部門？呢個戇鳩決策，其實就係最高級嘅生存法則。識得用呢招，你就唔係一般嘅撚樣啦。